呢個簡短嘅靜坐練習係用嚟安頓同穩定自己喺此時此刻。邀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你可以選擇瞓喺度，或者坐喺凳度，坐墊或者跪凳度。如果你選擇坐喺凳度，讓雙腳稍為分開，腳掌平放喺地上，腰背垂直，膊頭打開，俾自己嘅姿勢係舒服莊嚴，而唔係繃緊嘅，可以保持清醒同覺察。如果你選擇瞓喺度，將自己雙腳稍為分開，雙手平放喺身旁。你覺得合適嘅話，可以合埋眼睛，或者垂低眼睛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去身體同凳或者墊接觸嘅地方，花啲時間探索一下身體被承托嘅感覺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去雙腳，俾注意力好似電筒咁樣，細心咁留意一下腳掌、腳趾、腳踭嘅所有身體感覺。留意一下感覺係點樣出現同消失。如果感覺唔到任何嘢，只係需要覺察到冇感覺，係完全冇問題嘅。我哋唔需要製造任何感覺，只係需要留心已經存在喺此時此刻嘅感覺。而家將注意力擴展到去小腿、膝頭同整隻腳，讓雙腳放喺覺察嘅中心。而家我哋再次擴展我哋嘅注意力，去到身體嘅盤骨、臀部、背部下方、腹部下方，逐漸擴展注意力上到去心口，再上到去膊頭。留意喺呢個部位嘅所有身體感覺。而家將注意力再次擴展到去左手、右手、頸部、面部、整個頭，直至將整個身體都擁抱喺覺察之中。我哋唔需要控制或者改變任何嘢，容讓身體嘅感覺就係此時此刻咁樣。而家我哋將覺察帶到去身體嘅中間，留意呼吸帶畀腹部嘅感覺。留意下身體感覺隨住呼吸嘅變化。你可以將手放喺肚度，感覺吸氣時個肚會升起，
呼氣時個肚會沉低，俾自己完全感受整個吸氣同整個呼氣嘅感覺，唔需要去控制呼吸或者改變呼吸，只係單純讓呼吸自己去吸氣，自己去呼氣。喺過程中，或遲或早，你會發現思緒可能會游走咗，唔喺個呼吸度，去咗諗嘢、計劃、回憶或者發白日夢，咁係好正常嘅。我哋唔需要為咗分心去責怪自己，只係單純注意到思緒游走咗，然後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度。你可能會發現思緒一次又一次，重複又重複咁游走咗。記得每次我哋只係需要覺察到思緒去咗邊度，然後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度就可以啦。跟住落嚟嘅時間就用嚟練習下，將個思緒一次又一次咁帶返去呼吸度。記得每次思緒游走嘅時候，我哋都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嗰度，留意呼吸嘅感覺。記得呼吸一直都喺度。當我哋思緒好多好亂，難以集中精神嘅時候，可以用呼吸幫自己帶返喺此時此刻，好似內心嘅一個錨咁，帶嚟平靜同安定。